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喺香港演藝歷史嘅長河中，黎坤年係一位不可忽視嘅人物。佢嘅一生跨越咗粵劇同電影兩個領域，以獨特嘅藝術魅力同堅韌嘅人生態度，書寫咗屬於自己嘅傳奇篇章。黎坤年原籍三水，自幼就投身於粵劇藝術嘅懷抱，拜喺鄧蕭蘭芳門下潛心學習粵劇。日治時期，對於年輕嘅黎坤年而言，係一段充滿挑戰與機遇嘅時光。當時有刀馬旦之稱嘅周潔雲、戚子羅蓮家姐同陸飛鴻組班，黎坤年開始追隨佢哋，從此踏上咗演藝生涯嘅第一步。佢從最基層嘅梅香做起，盡管角色微小，但每一次登台，佢都全程投入，努力喺舞台上展現自己。喺呢個過程中，佢唔單止學習到咗粵劇表演嘅基本技巧，更培養咗對表演藝術嘅熱愛和敬畏之心。隨住時間嘅推移同埋經驗嘅積累，和平年代到嚟之後，黎坤年憑借自己嘅努力同天賦，逐步晉升為三幫花旦。到咗上世紀50年代，佢已經能夠以二幫花旦嘅姿態喺大小班嘅粵劇演出中嶄露頭角。佢曾參與金鳳凰、大乾坤等多個知名劇團嘅演出，喺粵劇舞台上留低咗好多精彩嘅瞬間。佢嘅表演細膩動人，無論係婉轉嘅唱腔定係靈動嘅身段，都贏得咗觀眾嘅喜愛同同行嘅認可，為佢日後喺影壇嘅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1954年，對於黎坤年嚟講，係人生嘅一個重要轉折點。著名導演周思祿創辦龍鳳影業公司，並大規模招考新演員。懷揣住對電影藝術嘅憧憬，黎坤年以翠翠嘅藝名報名參加，成功進入影圈。佢以出色嘅表現得到咗周思祿導演嘅賞識，被選派出演處女作《如此人生》。喺呢部電影中，佢獲得咗一個頗為重要嘅角色，咁對於初涉影壇嘅佢嚟講，係極大嘅鼓勵。憑借喺《如此人生》中嘅精彩演繹，黎坤年正式開啟咗自己連影雙棲嘅生涯。此後，黎坤年喺電影領域不斷耕耘，參演咗80幾部電影。喺眾多影片中，佢成日飾演婢女等配角。雖然角色大多戲份唔多，但佢總能夠通過自己精湛嘅演技，將呢啲小人物刻畫得生動鮮活。例如喺一啲古裝片中，佢所飾演嘅婢女，或機靈聰慧，或忠誠善良，俾觀眾留低咗深刻嘅印象。而佢最為人熟知且深入人心嘅角色，當屬喺歌唱恭維片中飾演嘅觀音大士或驪山聖母。每當飾演東宮嘅余麗珍、鄧碧雲、羅艷卿等女主角遇到危急關頭時，佢飾演嘅神明就會現身拯救佢哋。佢嘅出現仿佛帶住一種神聖嘅力量，為影片增添咗一抹奇幻而溫暖嘅色彩，亦成為咗呢類影片中嘅經典場景。喺佢眾多嘅電影作品中，亦有一啲令到佢特別珍視嘅角色，比如喺《射雕英雄傳》中，佢飾演嘅穆念慈，將穆念慈嘅溫柔善良、堅貞不渝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佢同劇中其他角色嘅精彩對手戲，以及對穆念慈內心世界嘅細膩詮釋，令到觀眾睇到咗佢喺唔同類型角色上嘅駕馭能力，亦令到呢個角色成為咗佢演藝生涯中嘅一個亮點。1960年，對於黎坤年嘅演藝事業嚟講，又係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嘅年份。呢一年，佢迎嚟咗一個特殊嘅工作任務，為武俠巨星于素秋配音。于素秋自1949年從上海來港從影，至1966年同麥炳榮結婚息影期間，共拍攝咗250幾部電影。然而，由於佢成口外省音，喺拍攝粵語片嘅時候無法使用自己嘅原聲，因此需要揾人現場為佢配音。喺早期，為于素秋配音嘅有梁淑卿、林嘉怡、許盈英等女星。直到拍攝《怪俠赤兔龍》時，黎坤年獲得咗一次嘗試為于素秋配音嘅機會。令人驚喜嘅係，佢同于素秋嘅配合一拍即合。黎坤年把聲同于素秋嘅表演風格相得益彰，無論係情感嘅表達還是語氣嘅把握，都恰到好處。從嗰次之後，
二人開始咗長達7年、近200部電影嘅合作。黎坤年成為咗于素秋嘅御用配音員。喺配音過程中，黎坤年展現出咗極高嘅專業素養同敬業精神。為咗更好咁貼合于素秋嘅表演，佢會仔細研究每一個角色嘅性格特點同劇情背景，力求令自己嘅聲音能夠完美咁詮釋角色。有時佢甚至會喺同一部電影中，根據劇情需要，靈活咁轉換自己嘅聲線。比如喺《雷電天仙劍》中，佢唔單止要喺收音師前面攞住劇本讀對白，等于素秋對住鏡頭作狀對嘴，仲要喺幕前扮成老虎嘅聲音飾演阮娘。當于素秋反串男主角演出嘅時候，佢又能夠巧妙咁將聲線壓低，扮成一個好雄壯嘅男聲。而喺拍攝歌唱片時，導演會揾嚟唱家班鄧碧紅替于素秋幕後代唱錄音，黎坤年則專注於為其配好對白，確保影片嘅整體效果。由於佢同于素秋嘅緊密合作，二人出雙入對，一齊開工，一齊收工。圈中人甚至幫佢哋改咗個綽號叫于素蓮，觀眾們亦都逐漸習慣咗佢為于素秋配音嘅聲。喺大家嘅心中，佢嘅聲同于素秋嘅形象已經緊密咁聯繫在一齊，成為咗香港電影史上一段獨特嘅佳話。1962年6月1日係黎坤年人生中一個幸福而難忘嘅日子。呢一日，佢同黃鐵雄步入婚姻嘅殿堂。黃鐵雄並非普通之人，佢係曲藝名宿黃濤嘅胞弟。11歲時，佢就跟隨兄長到戲班工作，喺戲曲行業摸爬滾打20幾年，對戲曲藝術有住深厚嘅感情同深刻嘅理解。後來佢轉任娛樂記者，成為著名粵劇報《娛樂之音》嘅元老。佢仲歷任多份娛樂報章嘅攝影記者，以及粵劇團電影劇照嘅攝影師。喺佢嘅鏡頭下，記錄咗好多珍貴嘅瞬間，九大姐嘅生活照、姊妹們嘅結婚相，以及仙鳳鳴嘅相等等，都出自佢嘅手。黎坤年同黃鐵雄嘅婚禮可謂星光熠熠。喺大會堂婚禮註冊處內，逼滿咗前嚟觀禮嘅零星影友。金蘭姊妹10大姐嘅9位成員着住統一制服前嚟送嫁，場面十分壯觀。朱日紅同何柏光分別擔任伴娘同伴郎，朱天惠、金小鳳兩個童星則擔任花女。此外，林家聲、麥先聲、白文彪等眾多演藝圈嘅知名人士亦都到場祝賀，共同見證呢對新人嘅幸福時刻。婚後，黎坤年同黃鐵雄育有2仔1女。喺家庭生活中，黎坤年展現出咗溫柔賢淑嘅一面。佢同丈夫相互扶持，共同經營住家庭。而黃鐵雄喺事業上亦都繼續發光發熱，為香港嘅娛樂新聞同攝影事業貢獻住自己嘅力量。直到1982年，為咗俾屋企人一個新嘅生活環境，佢哋舉家移民溫哥華。喺溫哥華，黃鐵雄正式退休，開始享受寧靜嘅晚年生活。而黎坤年亦喺新嘅環境中開啟咗人生嘅新篇章。佢哋嘅仔女喺良好嘅家庭氛圍中成長，事業皆有所成，咁無疑係對佢哋夫妻2人辛勤付出嘅最好回報。黎坤年嘅一生係充滿藝術魅力同生活故事嘅一生。佢喺粵劇同電影領域嘅卓越表現，為香港嘅演藝事業留低咗寶貴嘅財富。佢同于素秋嘅默契合作，以及同黃鐵雄相濡以沫嘅婚姻生活，都成為咗大家口中津津樂道嘅話題。盡管歲月流逝，但佢嘅藝術成就同人生經歷，將永遠被銘記喺香港演藝歷史嘅長河中，激勵住後來嘅藝術工作者們不斷追求卓越，勇敢咁面對生活中嘅各種挑戰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